集中在哪里呢？集中在青海和甘肃。西藏呢，在80年代末的时候有几所，好像有7、8所。现在据我了解，1所都没有了。高中1所都没有了。初中呢，2种都有。初中呢，就是说有些初中完全用汉语上课，加时有汉语文，它叫双语，这个有。青海也非常多，其他藏区也非常多。但是西藏呢，在初中阶段用汉语授课比较多。有一些几个初中呢，它是用藏语来授课；有一些初中呢，它有2个平行班，一个班我用藏语授课，一个有汉语授课。老这样说的话有点复杂啊，我们把这个就定下来。现在大部分情况我们叫做第1类模式和第2类模式，你们也是这样说的吧？第1类模式是什么呢？就是用母语授课，用藏语文授课，加师汉语文，这叫第1类模式。第2类模式呢，就是用汉语文授课，加师什么呀？藏语文。但是别忘了，这什么意思呢？第1类模式这个도是呢，头这苍马啊，这个야이当인지 한치가头这苍马一的，我这个吃酒，苍马我这个吃酒，打这个呢叫最近年龄呢。这个呢，这个逻辑杀鸡的苍马我一个吃酒，等你加一大家一个吃过的，引进个吃过的，但第1类模式是我就打过去就，2类模式这个呢其实是呢，但我当引进个还吃苍马加一个头吃一酒，打这些个呢，这就一个的苍马个加一个吃到，我一个吃酒，引进个吃酒。对，第2类模式是。对，大部分呢，到就从사자인从전정 값은 다시第1类模式먹는 거 사자 저 사사들이 요나我都좀 모르는 게 살아가는 것 같다고 했지만 다시 먹는 거 그것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就是高中阶段刚才说了，青海和甘肃比较多，用的是第1类模式。所谓多，也就是可以数得过来。可以数得过来，不是说所有的高中都是这样做。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现状。但是呢，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到底应该用第1类模式还是第2类模式？那么可能有些人要问我，那你说了半天还是没有给我们一个定义，什么是双语教育？是吧？我还没有给大家这个定义。那么现在实际上定义已经告诉大家了，第1类模式是不是双语教育啊？是不是双语教育？第2类模式是不是双语教育啊？都是双语教育，是不是？都是双语教育，它都是双语教育，但只不过双语教育的它用的方法侧重点不一样吧。所以现在我们的问题呢，不应该在双语教育的概念上去含糊，而应该做哪一种双语教学更合适我们当地的实际。这个上来考虑问题。双语教育从某一种意义上虽然有很多的定义，但是现在目前基本上呢2类。你刚才我跟你说的，有些人上课的时候，前半段用这个藏语上，后半段用汉语上，这个是不是双语？也说是双语。但这种方法我觉得非常不可取。教学实践上你保持不住，同一个概念我要讲2遍，是吧？藏语讲1遍，汉语讲1遍，你实践上不行。还有一种双语教育，刚才说了，给的书全部给藏文，我讲的时候全部用汉语讲，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非常不可取的。学生和老师是矛盾的，学生看的是这样看的，你老师讲出来的另一个，他的这个逻辑思维整个就混乱了，他没办法跟你老师同步。那么同样的道理，你发的书全部发的是汉语的教材，我讲的时候全部用藏语来说。那学生那更糊涂了，是吧？本来他的汉语水平就不好啊，还阿拉巴拉的，还看都看不懂。然后你又在藏语在那说，他现在名词他都没有熟悉。老师说了一个名词，结果他要看的这个2个到底哪个是对的，他也对不上号。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不可取的。但我个人认为，现在比较可取的双语教学的模式呢，只有2类，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以藏语文为主进行教学的第1类模式，和
第一以汉语文为主的教学模式的第二类模式，这两类模式的双语教学呢，我觉得是从逻辑上、从科学的严谨上来讲，它都是比较合理的。它是不是双语教学呢？都是。我个人认为，双语教学，所谓的双语教学，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双语了，我们大部分中学现在已经是三语了，对吧？是三语教育。你双语，你从教育的角度来谈这个双语、三语的时候，你实际上就是达最终的目的。教育你要看它的结果，对吧？最终的结果就是说，我这个中学阶段毕业的时候，我的学生既会说藏语、懂藏文，也会说汉语、懂汉语，这就是你的双语目的已经有了。如果你没有目的，你在那一天喊双语、汉语，最后学生是什么两种语言一个都没学好，你的双语目的达到了没有？没有。教育肯定有一个目的，目的达到，我说你这个双语模式就是成功的，啊，所以说，刚才讲的一类、二类我比较认可，要么你就是全部用汉语上课，啊，当然你要达到，你如果全部用汉语上课，不上藏语文的话，是不是双语啊？不是双语，你没有藏语课嘛，你光是全是汉语，那是单语课，但是你学了藏语，你最终的目的就是学生也会。这个藏文我也学到了，汉语也学到了，啊，这是双语。所以我觉得第一类和第二类模式都是比较科学的双语模式。所以，那么现在既然已经确定了这个以后呢，下面的问题就是到底哪一个模式更合适？但是我知道我在93年的时候，93年到94年我在国乐名师当老师的时候，我当了1年老师在那里，我觉得，就是说。至少国乐名师是非常明确的，他的双语就是第二类模式。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培养出来的学生的质量是如此之差，但他仍然要坚持第二类模式。但现在我不知道改了没有。我就要问大家了，我想大家也有这个同感，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小学有小学的目的，初中有初中的目的，高中有高中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该到底采取哪一个？大道理上来讲的话，我现在把国家教育那个这个原句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但不管怎么样，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有素养的这个人才，是吧？有道德有素养的人才要培养，这是个大方面大方向。那么你要培养这个的话，更多的再说，你学校教育阶段，你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不是让学生学到知识？我觉得这是你的最根本的目的。你学了12年，我没学到任何东西。难道我们国乐的学生里头没有吗？学了12年的数学，考数学的时候仍然可以考0分，有吧？夸张一点啊，不夸张一点的话，考7、8分、10几分、20几分，对吧？那我就要问我们国乐的老师了，那你的教育目的达到了没有？学了12年的数学，啊，谁这个考出当我都没做过的，等你高3才升职。是这个弄着，大学这个我说干嘛这个你这个什么他们弄，拉当然偷的，但当时过的刚才这个什么的，从那个多人那给人多人那其实个多人的，都忙都有记得，原来这个东西当做这个其实是呢，我去概念投诉都混得危险的嘛的，我们国啥课个那次对待当，我们刚个娘我就国话个危险个那个概念都刚回来。我让个大成绩呢，第一类模式，一那么那一类模式应过去，其实个应过去呢，就好吃一个开始，去做菜头这个，他妈头这个嘞，去写那个黑下的他妈这个讲过嘞，等你去从他妈这个没过那个家家这个写到呢，干嘛去写那个处理，他妈这个来帮他这个什么了，可个。讲过那个黑下讲的讲这个，就给人写过那个家讲的没过过嘛，家讲嘛过那个黑下都这个讲过的，讲啥么就？换句话说呢，当然，你我给他写没看的方法，你讲给他写没看的，怎么就这样？你当然去引这个话给他呢，就写卡的呢，那你可能你卡了可能就，忙起话给他那个吃的写过那没写过，人家得，但你我觉得做什么个处理，啊，这个其实。切开我这个其实现在我嘛过他，大这个人就嘛不写到他，不得。但我路啥叫从那我嘛得，我路啥叫我嘛家有家跟样子话是现在你听
么做的？吃不进个罗马个能。我们去罗马个能呢，这家个他妈样多话的，家一嘛就那家个样多话的些。这经过去家个吃呢，你这那这个路，这个我这个我一讲那么多个家个讲那多个呢，但这个路这过个么？人那嘛就人那说呢啊，梦起话怕去家吃，个去公啊个罗马个吃的呢，家一讲你等那去家个么过？但送去送家个个全部来吃呢？都要干嘛？多买个路，这多买个小娃子一个，浪费，全是浪费。整个就是误人子弟。民事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在民事上过1年的课，但我是给那个汉族班上的课。有一次那个藏族班的老师病了，我也去过。说到这里，我有点生气，但是确实是这样子的。民事应该说是高中阶段了吧，对吧？虽然当时中专的，说明是初中毕业了以后考进来的，一般是这样，当时对吧？93、94年的时候。但是我发现那些学生，他汉语水平并不是非常好，所以我个人当时认为，对那些学生，如果用汉语上课都有问题，他都不是很能理解。那你就更可想而知，那些初中的，甚至在艺术现在搞的是小学就在有时候这样搞，那么你们想想，这个我们的教育怎么能不落后？解放别说60年，解放就是100年以后还是这个水平。你要改变这个水平的话，改变这个状况的话，除非就是你先让他把汉语全部学会，整个就是不让他学，他这个妈妈把他生下来以后，就妈妈就给他说这个汉语，不要让他上去学这个藏语。那么你在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给他用汉语讲课，那是可以的，对吧？我们能做到吗？谁能做到这个事情？谁也做不到。生下来妈妈第一句话肯定是我这个就写不口令啊，写一个这个路忙啊，这个老家马送给他，刚才黑奴去的那个拍个的做，但是老家送到那，人个拍个些看不见个，人把那个木工那个些个，但那黑下去个叫个，老家就老穷那这个老张就说刚送那了，没一做，他妈黑下讲不就，乐子讲不就。这个没那个的，大家假设个没的忙样的，人那就吃刚啊这个呢，黑下那个讲嘛的呢，人把个没吃个这个，这上面就话，这个这个人呢，头吃一口就你大家那个他妈吃的，这个呢特别个，这个哪个吃这个呢？你话我这个吃没去的，等于那么家一家这个马现在个，真的就这个马家。就这个用来他妈的就吃过，他妈个没看就是就从讲过来，人家这个古代不是这个写的都没这个。他带着俺带我们你大姐，看上你给这个叫你这，你我给得个现在俺这个干个的，家给现在估计那他妈给跟得这个讲个去家给我跟人家讲的是，这个俺那个产品这个是收的，等那吃好你家给现在出来，搿点你家给我根本在家给个可能买个到那。当俺这个跟俺没用那个汤对了，懂不？现在，但你那做家狗些吃么？家狗些是到七马公俺吃啥用的？用就多买用的。你知道我妈多么穷这个大，我就单单路俺几个人那个得路，吃不见那个路那么深几个那得路不大，这吃个路个是啥？你去说会这种，最可能。最可能拿到是那个去给根地沟，给根地沟这，就从乡前那个给根地道，这个这个朝那的这个人不就我一个人来，他妈家这个老道，但那给根忙起完那我妈的，我也弄个那个，我这些没看到，可以拿了俺家么，我这些看到我也没看到，都没那个忙了，可是给根家人俺自己的，家人俺这个那呢，我给看到给根家吃个吃汤饭的，他每个。这个这个教育这个知道啊这个晓得。等你头出来路这个怎么能过来？他就是啥？他轻松来是喏。但这些一个人这些我个头妈就吃啥话根本就个是。那头妈这家个这个么去吃个，这个那里忙起话都头穷一个。大这这个那这个，但不这一个人的过来有那这个很你在了，俺这个这些那吃噻，很你个话个这个那吃噻，给你个这个。
打吃松子的，长马个下完那年过买个，打去俺这个你新的你这个人家刚就，就这个这咋就自家记得的，大伙给你这个咋就洗个咋就，你人家刚就很大，当然你怎么下完的东西，大伙去跟着呢，我就马头个，当俺那个马头的那个叫个马头那个小个在那没他个的，现在要等着吃这个呢，河南县开个里头嘛个，这啥家，他熊用一般忙长嘛是好的嘞，现在说个很多用个他我个里，他就怕起我知那么出去买个哩，我给这是那就没干那汤的，他怕起怎么弄那个哩就，说个没去。对那去罗西个吃的那个是那头虫子个，去先头个特那个头虫子个，我就大陆那里头虫这个头人动物那里，长嘛家有家给吃起。大卫我跟我这个去当嘛长毛有个我给你，我跟印度个切个，同仁民众、江浙民众、陆江个大学呢就朝侬接了几个人，马上这个就去那儿，给你个投诉的，厂里的那些个藤把子去为叫人去送，就送个，想起我这从我那些人我嘛让啥子的，可就这个让啥子托送的去，人那端着妈大概打磨一个些，河南门去个人呐。门这个我去的说回来的，但是人家们我一讲过都没个的，我一对我这个呢是像那个这次突然从那儿把起古啥了嘛，们就个，但这个我就讲一讲个他，头穷头人懂我个，上马家一家口知道懂，但我又马讲那儿都是懂，这个教育局呢，但我就当个司机啥个没啥个听到的，啥个，就好这个其实人家都能领那去不，是啥个？你听到？其实没啥个，这头穷这个特点呢。这里参与么？这个教育局台把小伙都去里了，那俺就不把每个的，这些教让我有。原来这个教育局个，人这个我觉得，大个用就投资的轻松，就投资的这两个用，这那个就我这个两个送的是，你国内呢，我大个多那个东西，做这个那个之还来说，05年的中国民族教育那个呢，这种，我就两些买个，黄人个啥家个那么头穷子个那兄弟的都没得钱，这个投资这个从就年的的，这个都好个，投资的其实呢，5个苹果减掉4个苹果，还剩几个苹果？就这个课，这个数学课程，一个减法课，5个苹果减4个苹果，还剩几个苹果？他可就有个，我而且我什么叫一家国家，我这可他就当子的，他这个理论是。这做这些怕这些个什么，他妈个那里在人在这个几个没有，但这个呢这个是差不多，他干嘛的？后半面那我喜欢，我给写路呢，他妈就对，人在说，对，本来是个数学课呀，最后这个数学课就变成了汉语文课，对不对？数学课要讲数学，你既然减法，我就要给他讲减法。我不需要解决文字的问题，我给他讲减法是什么意思，减法的概念，减法的运算，我要讲这个东西。结果这个老师45分钟呢，把这个数学课就变成了汉语课。为什么呢？学生不懂什么是苹果，不知道；什么是减，他也不懂；什么是无，他也不懂。什么是4，他也不懂，他全部要一个的把这个汉字问题先给他解决了。这没想到40分钟以后还是学生不知道，最后这个老师着急了以后说了一句藏语，学生马上就明白了。5个苹果减4个苹果，那就1个苹果嘛。这老家马上控制个很绝对的，因为呢，大家没够的这个学堂，他妈就吃个有的。所以说，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还是回过来就说，你一定要搞清楚，你教学的目的。比如说我原来是数学老师，就是你真是数学老师，你讲这一门课的时候，你这一堂课的时候，这45分的课的时候，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是不是要解决让这些学生明白你所要讲的那个数学概念？那么应该怎么讲呢？你应该针对学生，你不是重点，重点是学生。学生如果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是他的母语，他经常逻辑思维的语言也是他的母语，那么你就应该让学生方便用他这个母语来讲，这样的话语言上他没有任何障碍。
学生就可以把这40-50分钟时间集中精力来学你的这个数学概念。但如果你不用母语讲，你用一个他不熟悉的语言，比如说汉语来讲，那么学生呢和老师就没办法沟通，学生听不懂。最终的结果，你数学的概念就变成了一个语文课。那么可能有些老师跟我说了，那你这么说了半天，我说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小学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母语上课，我们只不过是初中或者，但是国路县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知道是整个藏区初中、高中用母语上课的非常之少。那么有些老师可能会问我，那个时候小学的已经5年甚至6年都学了汉语文了，到了初中以后，那些学生的汉语水平已经很好了，我们可以用汉语上课了，不需要用藏语上课了。可能会这样问，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有些老师在笑。我可以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举一个林州县的例子，拉萨林州县的例子。03年的时候，咱们的武协办他们几个人，他们是做了一个调查工作，做了一个双语调查的工作。然后呢，他林州县的数学和物理进行了考试。林州县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学校。我说它为什么非常有意思呢？因为他进来了以后，注意这个重点在这里。学生进校以后，他学了6年的汉语文，6年的藏语文，还学了6年的数学，对不对？啊，还有其他的什么体育、美术，怎么都要记了，你头穷的什么东西？啊，他进来了，以后呢，他们要给学生考试分班。林州县是1类、2类模式都有的一个学校，都有。所以他要分班。分班的时候他怎么分的呢？把学习最好的学生啊，小学毕业了以后进到我这个中学了，学习最好的学生放到2类模式的班。他学习最好呢，说明他的汉语文也好呗。对了，他头头他说哦哟加油，这个做的就是没人。但我们这个拍的熊把头嘛，英国那头中国这个呢，他头嘛狗2类模式跟他就讲，头嘛狗英国那这个加油是啥个的他。他这个叫我去2类模式那就是他嘛啊，这个没啥的，最差的学生啊，他放到了1类模式。3年以后，这个学校进校应该是00年什么？因为武协办去考试的时候是03年，刚好他们是初3，就给初3的学生这个1类模式、2类模式都考试，数学、物理，同一个卷子，卷子的内容是完全一样，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一个卷子是汉语文。一个是藏语文，但内容完全一样，数学的内容、物理的内容都一样。最后呢，1类模式这个班的物理平均成绩是57分，这个我到现在忘不掉这个数字，它太具有说服力了。2类模式班就原来最好的学生放到2类模式，3年以后，他的物理的平均成绩是多少？猜一下，老师们。啊，你们说的太高了，7分。大学么个的，啊，1类啥个，2类啥个，他都能有个的。所以说刚才有些，我就害怕你们有这个，但是我说，而且拉萨的教育真的是很多还有这个，他们更是重点。所以说你看，小学毕业了以后，最好的学生，2类模式。全部用汉语上课，加是藏语文2类模式。最差的学生放到1类模式。3年以后，用母语接收课的这些学生的成绩达到57分，而用汉语文接收成绩的这些最好的学生，反而成了最差的学生，成了7分。这样子的例子，我想不用多举。武协办抓到这么一个很好的例子，最后他们到其他地方全部去了，甘南。四川的这个甘孜、阿坝都去了，同样的结果，只不过是林州县的更具有说服力，其他的全部是这样的。但是遗憾的就是很多学校呢，它没有2个模式同时。比如说有些学校它是1类就是1类，全部是1类，哪2类有的嘛？林州起个啥东西呢？可个应该有的，1类20应该有的。前不是这个开头嘛哪有我估计开始。他想见过2类那就知道，没啥没见过1类那就知道，老师不同意，他得查我可以，觉得这都是没的，他都是没的，这个东西其实讨个什么？
但路这个家有江南的路这个江路个家有个这个大龙所谓家有家这个产这个端都他妈那个地下的江不是呢，大龙他妈就搞个切不有，但这个人个爬这个江端呢，个阿里嘛很牛。再举一个例子，延边内蒙的例子。青海省到现在，我不敢说其他，这实际上我也敢说，真的基本上是藏区就是这样的。以母语为主上来的学生，考到全国重点大学的，据我了解，至少在青海省一个都没有到现在。北京、清华这种重点大学考进来的一个都没有。但是呢，内蒙、延边有，他们都是母语，一类模式，它就是一类模式，从小学1年级，甚至是幼儿园。一直到高3毕业，比如说延边，我给你举个例子，03年我碰到他们的这个民教处的处长，吉林省民教处的处长，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年我们确实考得不好，我们只有20几个考到北大清华的水平。当你这个脑子讲呀，20多个不太好，叫么些我的，都好像就是个延边的什么民族高中嘛什么，他所有的课程全部是超语。汉语只是一个，就叫做一门课，人家能考上，当然人家学了英语，还加深了英语。那我们藏族至今，据我了解，没有一个考上。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学英语，因为这些重点大学，你英语是必修的东西，必修，我们没有，英语也就是4、5年。